準備，黃旗飛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龍奧凌羅唔算好快，63黃帽呢，依家暫時殿後嗰匹嚟嘅。好啦，前面快馬駿馬之光全神貫注，外邊開心老闆啊，內欄第4有醒目先驅啊，出邊白衫走翻上去有光年80啊，中檔第6位啊最好玩啦，外邊啊大輝煌啦，馬冧裏邊啊藍眼罩淺藍衫貴麗人生內欄金運齊來啊，後邊嗰幾匹馬啦，開心旺財創寶區出邊啊尾4，尾3內欄騰達勇士啊，尾263黃帽就龍奧凌羅啊，暫時殿後最敢嚟㗎。轉香港體育院灣啊，前面放個馬呢就大步大隻啦，光年80走走下呢就壓咗入嚟自己帶頭啦，跟住喺第2位開心老闆啊，內欄第3就駿馬之光，中間橙衫第4呢仲有全神貫注啊，響外邊啊大輝煌啦，內欄第6位醒目先驅，外邊藍眼罩第7貴麗人生啊，馬冧中間藍衫粉紅帽呢就最好玩啊，咁啊攞出去外邊追嘅馬呢，分別有創寶區同埋呢隻呢就龍奧凌羅嚟嘅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光年80就埋邊鬥緊中間大面箍就開心老闆，咁啊中檔位置全神貫注都追啲，中間有醒目先驅，外邊有一隊創寶區大愛當龍奧凌羅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都仲係呢隻開心老闆啊，埋邊啊光年80，中間醒目先驅上嚟出邊創寶區，接近終點開心老闆改變跑法跟前啲都一樣贏啊，跑第2名醒目先驅，第3名係創寶區，第4名入邊光年80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咁啊，呢隻開心老闆都係側身慢慢進步緊嘅馬，改變嗰個跑法跟前啲都一樣可以贏馬。醒目先驅唞完出嚟啊跑第2，創寶區就第3，第4名光年80。擺前嗰啲繼續着數喎，開心老闆改變跑法啦，後尾7倍贏馬綠燈，跑第2名啊，醒目先驅，創寶區就後追第3，咁啊內欄跟前呢就光年80第4。其實臨尾呢，創寶區啲飛都真係唔少㗎，今次啊跑過第3。